你迄时阵过了偌久？那站在标准以前。哪个册啦？会当？师傅，我困袂好，我阁梦到迄声音，是迄种能量不生不灭，伫宇宙中流动徘徊啊，无共时空间化为不同的形体。梦中的持续听到，只代表你有愈好的资质，这足正常。梦里的声音，亲像人的歌声。好啊，去困。我想要互歌声废，但每当我想要唱的时阵，就有来讲咧看我，然后我就发袂出声，但迄声无停，迄声咧叫我。伊达，是你啊，伊达，爱精神啊！我刚搁困去啊，看现是最后难免。抗联军方要求协助找找西雷山轨道附近的矿妹推掉，这毋是透过协会来，是私下对女的直接将军委托，为请请伊试出044423搜索伊号，格兰德啊，无回应就无失，那我无失啊。最后也毋是家己想要养一批女哦，万德石龙商会的人爱要求协助找找，明白协助对啊。杨美协会发批讲，佮拒绝委托被约谈啦。拜托，这算威胁咯。安尼即个月10个案件拢杀了啊，会得死人。因感谢我拢，因感谢咱拢袂发。夫妻敢阁无电啊？毋是，应该只是最近唱伤济原因啦。最近是该休困一下，咱若着找无杨妹啊？创啥看啊？是咧？啊？我甲 Ada 的探险队。迄几当间，甲 Ada 做伙，咱将探索过刘美，陆续为青岛间点出太乙推论。感谢刘美，互我甲女我相伴，直到今日，我永远就怀念遐时光。石龙的女我流明，无共形成迄太阳，拢有家己的流明声，当年为了找出逃亡的目的地哦，大费收集了无共太阳，请我挑选本选的录音，因为设备老旧，声质无好，听着是我捡不明所以的老目屎，迄股强烈的怀念，成为我来到本选的原因。每摆拢安尼定人是安那，最够烦。物家作数的，内底是银海物的族谱，记载了物家历史中十几届太乙周期性的形成显现，以及之间诞生的囡仔。我因为出世伫显现当日，阿母一直对我寄予厚望，认为太乙的灵魂将在我身啊。
但自从阿母过身了后，就无人，就无任何人甲我提过即件代志。其实我即2冬累一个流妹，转去银海，转去银海卖掉，拢会当换太空站啊，哪现济啊？你甲重新放伫找找师傅就好，安尼嘛会当照顾家己啦。是啊，才梦着伊，就是感觉是共款诶梦，共款诶梦，共款歌声。伫咱银海，因为经济为了着撩妹而生，就侪人会开半世人诉起撩明星，只求有一天会当找找会当找着迄独一无二属于家己诶撩妹。如果你梦中一直有大声音啊，迄一定是某一种指引。我也毋是银海人，我只是要讲，迄声音也许对伊足重要。就亲像我会来到金山，毋是偶然，包括当时互我数诶太阳系诶歌声，互我紧。但只有金山诶流明，互我难以忘怀，对吧？所以我拄着了你。过来你断点是啥奇怪呢？你无家族甲你联络，你昨昏才问过无？等你找着有够诶，足够诶撩妹迄天，就要转去着。放心，家族从来无联络过我，我会陪你找到师傅。无讲要你留咧，啊？无代志，我毋知我咧讲啥物。时间来通顺。下一方，男物啊，调回通过控联近期启动大规模诶撩妹探测行动，进入控联空域有必小心哦，并且探勘人持脚探勘，你互因就好啊。咱民间探勘人也会使去倒位？下一方，紧急信件通知哦，我囝只啰嗦。亲爱红楼军队，我找到甲乌龙有关的消息啊！我认真一看，毋对，我无谈毋对，是乌龙的消息。第26届撩妹探索终于好不容易三标准年进。第7届撩妹探索。做爆破的废弃矿妹为登录，第8届清撇了后，确认是乌邦的基地未登录。第9届矿联定期的矿妹查一寡互基宝。第14届撩妹强劲疑误判。免报告啊，或者啥物唱甲乱七八糟的女哦，我根本无可能约。过来啊，姊，咱来群山才一冬尔，已经一冬。撩妹协会无互咱加入控联总司班诶，无提供当年诶任何情报，反正我无可能约上师傅啊。啊姊，你毋捌发声也要靠辅助装置诶我，你创啥？切！启动撩妹攻击仪，莫闹，政府启动，莫学袂来，一般人卡着增幅装置，神经会负荷不了，神经系统连接，自首，创啥你？我毋知影我会当做啥物，反正你无愿意唱啊，那我帮你唱，头这也毋是你诶问题啊，咱会找着。咱有一天会加入协会，红楼得到强化，控联的放宽探勘限制哦，咱嘛会探听到乌龙的情报。
到，然后咱甲师傅做伙转去。旅行前我就讲过啊，毋管发生啥物代志，我拢会知影我会唱，拢会来救你。靠啥物啊？这不靠。三等终于，红楼开启阿姊的通讯频道。阿姊，敢有听到大消息？敢无伫向房间？就走去你无迄边。啊！拍开你无会通通讯记录看，你无权限，啊！听话你无所有的通讯记录，存完你无使用的通讯设备为私人装置，无法调完，真老红包呢。然后调完最近网络通讯资料。就这对啊，一条解释无无线。如果找出你某的装置签证的话，就会使比对出伊的通讯记录啊。有一封伊进前寄互我的批，拄好会当摕来解释。然后，竟是上新一封来自你某的信件。啊，啥物正经的武器，看了就讨厌。唔管遐可爱。哈？我会记即种批会甲装置签证写伫第四组后壁的八尾。第四组来找一下。第四组有啊，即摆我甲一段 copy 落来。好，用这种签证来找出伊的通讯记录吧，应该只会出现在讯息的开头、开头啊。靠腰啊，你记。后面啊，这次的对话记录啊，通话者李某 A 达，时间85350971040231，通话代号434HT 88334 JC A 达，靠我会过，你无莫伤定啦，伫叉他面来死去。啊！我就知，我会甲你某电脑瘫痪掉啊！等下，这个通讯记录是啥物？喂，你某，等下，啥物？内面找我，伊讲发现大消息，是紧去吧？家主，就侪年无甲你联络，厝内是否安好？遮年来，我这边爱算，发生了足侪意料之外的代志，像我想的，我处理了大量优美的部分所有权。如果恁需要我，你无随时拢得。透过我遮家族会当处理大量的开发资源。我被盗骗责任。哈哈，
为什么？即摆离开会来会伤心诶，就等。性格副本转写日记哦，85350921个。哦，新控在位处，停车加速过无？加速过无？伊直接搜索着即张哦，伊无啊离开，伊遐只啊两款啊。这绝对袂当互阿姊看着。医生，下回敢真正找着乌龙啊！你说的大安人，其实现这委托是要互约谈呢，这是特别任务啊，需要找一撮雕山的本部，莫插嘴因遐人。央美协会创会的根据地哦，自由都市雕山。杨妹10人非想要纪念，我拄好嘛有代志要过一撮，就做伙行吧。现在表情，我袂当像我以前的阵呢，毋是，真正爱找到红，无法度相信哦。受体嘞，我难以相信，我就歹相信诶。我无想过我会当约上师傅，但是安尼啊，我嘛无想到。希望你未来好好生活，免犹豫啦。自由城市坐标自由都市雕山。转去沿海了后，我定想啊，如果迄时阵我有注意到下达落一时个飞撇走出乌龙，这一切敢会无共？就知影都知影了代志啊。对起来。有够侪，哪突然变这样？无摆就变这啦。扣衫，伫咧搞诶，无事惊。对流亡而言啊，本山透过透壳实现的无透明网络，可说是倒撇追踪上好的庇护。全部的工作站内底拢是靠刘美将对了退役的
通顺老兵，实在官方讯号的因啊，将军线的讯息透过分线式的加密送出，也许甲因船长有关系啊，因无介意加讲话，但如果是新的广播内容啊，因却意外日中。哦，万德龙手的为歌移动。南面虽然无情况，但是也是答应甲伊来要求啊。甲伊平常骂人的声音无共，伊唱歌的声音就有诶，细声曲满白干净，甲伊来完美合音。这物件，就遐行，就这。哦，足久无转来，这是拄着李峰的所在。内面啊，要无敢落船啊？敢是互日港电视困掉啊？啊，这名哪会突然者啊？应该是有戏剧的公演哦，叫做《龙妹点歌》，就是你军山文化中的一环。你这敢是恁军山文化中的一环？但是要支入去看卖。龙妹点歌描写的是以凤甲后土的爱情故事啊。等下面，恁群愈来愈侪啊！等到内面找着咱的时阵，咱已经总啊，你莫后白讲哦，莫影响我选项。等到内面找着咱的时阵，咱已经互人群记到外围，只听到神殿传出悠扬的音乐声，只会让依稀看到宫内的过程。龙妹点歌上步啊！龙妹点歌是老人家族收集大量考古资料了后杜撰的什么爱情歌曲。顶一部的故事是以凤会伫石龙的青火诞生了后，为石龙受命。伫虚空跨望群山，飘泊亿万里为孤独寂寞啊！一天却为某一个声音去应，有歌的所在你就会找着我。迄是生命之一的后土，遥望以凤的伊，望用歌拯救对方，将你以凤为伊降世，彼此相恋咯，建立了万德帝国。啊？哦，明白。保留的进步呢？也无钱。哈哈哈。叫做士气真认定哦。200，行车矿业联合公告，本真认定为法定公有地哦，将伫银河啦北部37年中建，请无随做放式掠景。龙妹冲突第9档哦，银海团上港毁灭了后，条歌失去了母国的补给线，互矿业联合全面封锁。
曾经掌握的数能源转换的技术，嘛随战火付之期。数器模拟晶片，这晶片是矿能甲雕瓜的战争主因。伊先甲咱提起这过往，当年矿能军方担心烦恼数器模拟技术，互提起做军事利用，才会命伊甲红拿砸对方的晶片运输船。卫星让是做雕刻数器能源集团生产的特殊烤娘混合了大门的数器添加器，会当增加忍受力、专注力甲体能表现。但随着雕刻伫冲突了后退出军线，如今只有废墟中会当看。会遮有水呢？哦，是哦，这就是我想要按数器模拟晶片。控能标准顺序呢？天有控功能冲突纪念塔，天有控能啊，原体会伫星辰闪耀，经纪念失去的矿业联合勇者奥德罗托尔。恁甲红楼经理你也会使嘛？就是伊先10当无转来船顶啊吧，到互你受气舒服。讲过差远啊，你莫想要用伊。连即种停泊的地点，功能冲突纪念塔，是我甲红的中队拍下的空约，伊希望隐退的所在。迄时阵为一艘花费伊的民间船号击沉，明明是甲伊一点关系拢嘛无的意外，但为迄天起，红突然甲我讲，伊希望退役了后会当做家己的花费无益，讲希望正值留美的花费，笑，看来这是讲感觉毋是，但是。似乎去了足侪档。是啊，为了这个目标，远离了军线，飞到几万光年的外行车系，就为了找找会当栽培的行车，也要求我请长假陪伊探勘土壤，医生敢会伤舒服？袂，迄种不够预备，来去，就甲伊查囝等互别人的人生路哦，似乎定会甲我摕着你，我从来无想伊。其实师傅讲过，如果倒一天医生上船，爱我甲这个互你，头疼。红送互医生的相片。相片背后敢若几句话啊，是 A 大师傅留互老手的。花开啊，你著甲相片钉伫你的手术台吧，互老手高友啊，回来会当背日子。公羊冲突纪念塔。
天有控能啊，愿体会甲车顶闪耀，紧纪念失去的抗日联合勇者。上无讲光荣的纪念塔，医生这样讲的，伊忘不了当年甲A大的师傅，伫遮互要求以扫动为名啊，决定了交歌的名单中。塔内的墙顶刻满了留美冲突的记录，主要描写抗日联合如何逆转战局，如何参战过哦，却少有记载，甚至乎渲染成战乱的原因。议论攻击的结果，最后毋但威胁了鲁奥的生存，连带互足侪鲁奥至今充满负罪感，甚至是 A 大的师傅。干啥物卖卡？干嘛？啊，该做。你毋是快出去，伊是怪师傅。这几日来，我发现 A 大表面冷静，只要掠着伊时阵，伊面上拢冲过。A 大的大啊！A 大毋知安怎避过干死去的，临走前喷了强顶伊师傅的火啊！相比抗日造成的苦难啊，伊愈介意将师傅抢走的抗日，无输互伊师傅应有的荣耀啊！就算是刽子手，伊也是拯救 A 大的师傅。好，伊朗是何位？新伊朗。来到就到遐。分山民间顺利。本机组已伫银河拉8533年重新修建，约定伫8535年进行轮机组维护，以确保设备安全。本场基础士气用军府下留美指定法，并透过形成抗日联合查验合法。来源顺号来源啊，雕山留美自由集团所属。雕山留美矿场南山，这矿场是留美指定法中的希望啊，是军山人重新掌握士气提炼的第一步。会记摕到遮的时阵，伊先露出小件的微笑，而且甲抗日无共啊，咱会保存。迄种员工的留美矿场内底，数控面上丰沛的主电和透明的玻璃隔离哦，内部的形象甲自然的景观，拢互刻意的保留了起来。时间单位努力的想要追求人形强大的保存，最互为沿海内的我感觉见笑。毕竟现侪年来的过度开发，工业城的沿海连留美俗物拢足少见。啊？啊，这一个。红卫留美进步哦，新的留美。哈？有机的对顺者，
自由城市条线。龙美协会公约第10条啊，关于组成龙美协会无共饮酒、无共饮座、无共宗教、无共联名所组成，彼此无有不同，为军山人民为义。你看你玩哪物啊？认真诶听阮，啥物？就是一个沿海人来太空船偏离风道15度啊！我意思是，要差3度，船长车甲恁几度？真知伊搁摕着家做诶代志，毋捌伊为虾米遐认真？哦，话讲棒球顶摆找我约会，啥物？我记错啦，感觉查某人拢是骗子哦。敢安尼？阿姊，你敢有拍将身体讨厌过别人？可能。我讨厌你某诶，我知影伊有时我讨厌，我愈讨厌伊啊。自由都市条线，龙美协会本部诶所在地哦，其中是一个宛如君山这地名一般诶巨大诶城市哦。条线市民便宜，由战争时期诶便宜改建啊。条线市民便宜是君山民间上大医疗机构。各地求诊诶人占据了登记大厅，而且会当看见大量诶实访工人啊，也有因为探勘龙美医受伤诶探勘人，因一边排队等待叫号啊，一边搁分享着家己各自诶冒险诶故事。James 啊 ，James Wong，James Wong， 无呢？中明大学伫中立诶自由都市条线内，坐落着群山仅有诶一所大学。少数幸运诶青年聚集在此，研究遐会当重建群山诶知识甲信仰，尤其是关于龙美诶种种奇迹。大学不时会送出探勘团，伫各地龙美定会使找到因研究万代组织。啊？万德起源Enter 为指出，古代银河中的万德之星，可能是树甲矿物联合混合了后产生的高微意识体，并用光互体内的树活化，进而生存哦。泛指无关的情况，因可能就会变回矿物。占有的意识，即个非轨式的流动消散于虚空。条线无中心哦，是通标记形成矿业联合群山完善的时期，由这分装进大型的货船，运向群山各地，而条线物流中心引导下，传流不实的船只甲网络的人，缓慢但持续的修复战争留下的伤口。好。啊，穿诶，哇，遐是有趁钱诶，有一个啊，群山龙美川流不止啊，建立伫龙美协会边仔诶万德新店，制裁诶毋是石龙啊，嘛毋是乙红甲叶土
相信吼，伊是万德信仰中主持军选的10位行车士，因抢定了留美协会的台湾线，这个人来自军选各方。留美电歌第2部《天地无光》。尽管南米也不满啊，不满，但警察剧情就紧将伊的注意力诱走啊。Ada 其实看了无不转睛啊，尤其是新民后土讲出迄悲伤的代志时，龙尾电歌中部故事中部，因为后土的歌声使龙尾不灭，众多不死，破坏了石龙的法则。恐惧天发的6位主神反驳，杀后土以显石龙，引爆天地战争咯。我会记得看了后，始终内燃着后土死后对以后的回忆。若来世搁再久咯，就找一个无人的行车生活，我会将火浸满回国，为你歌老死丰收。老死丰收。由我甲会记下代的7面。为伫协会本部的10人会哦，是由留美协会的元老组成啊，决策的上悬战绩啊，是因的努力，互军选的抗疫救分平息，并且为探勘人争取无数的权利。成为探勘人尊敬的存在，动作会慢，10人会之前开放的，名个哦。下啦，恁啥物人？咱若要等人，你无毕竟是探勘人，刚刚做你，拢会使，好吧？倒来，等下甲恁见面的是留美协会上高权限的会长，无我只是卖黑白讲话，卖凊彩讲话。你好，可惜今仔大家较无闲一寡，甲咱几位啊，真正是只是一群囡仔呢，红楼上船队，这位就是迄个活体雷动女巫。为着迄种抗能用的雷达船哦，即群人竟然也会当伫军山探险。这根本该是战争罪哦，下啦甲战争无关系啊，恁讲诶，叫因遐人知，下啦，你莫卖讲诶。副会长，我嘛是真万德女哦，根据留美协会协定啊，留美协会规定啊，安尼情况是违法的。会长，确定爱找即群小鬼。因拢要到红到军山以外呢，因是用伊个探勘，啦，也征求了移民船啊。恁有啥好破案呢？凊彩，就直接讲正题啊。快问，是安尼，抗疫底下最近动作淡薄仔大，留美指定法敢若爱互强制修法，因拍算。落收探勘人的无伊出口款，甚至也有侵占公有控卖的消息。有一寡人看无啥过哦，是要互伊即个驾驶。委托人甲咱讲，因最近有几个留美探索任务，希望咱抢人进前啊，处理清楚的完整流民。这个有啥好处啊？委托人是甲探勘当作依据呢。其实拍算甲资讯倒互乌市哦，互抗疫联合新开发的留美继续帮盘吧。禁止搬算啊，禁止搬算，原本拍算武派同情的意定，好啊，你卖阮，你安怎想？可以啦，好。是嘞，所以恁希望红楼军队登陆抗疫联合的留美，
而且咱会无即种危险。你知影乌龙调查团吧？25号033223委托人情报指出，因的任务目标就叫做乌龙。我知影你的代志，红楼的女巫。如果你似乎真正伫乌龙内底，你袂希望控人先入去的。这个代志对咱彼此拢有帮助。大家，啰嗦，剩下就拜托你了。是，会长，多谢你介绍最优秀的女巫。哇，干收这钱啊，够！啊，拢袂卖啊，拢袂卖。哦，发大财！有咩花卉多干？当时我无啥办啊，为啥红楼会有温室？伊为虾米会当对花卉的情，有如此多？诶，有这呢？这个要应该要。什么？4期模拟竞技，等个呗。控制器，对，资料我搁转寄互你。我是讲，我无希望你染这桶浑水啊。但这是正式的乌龙调查团啊，是你进行迄种耍练习。这是我上大的任务啊！你信？你任务足侪解，我希望你能找着红，但嘛希望你会当为家己友好。当然呢，你好好保重，我还有一寡代志要留伫调查处理。从此是家己人啊，把这砸咧。曼德勒山界，离开调查进程啊，医生交付的信物，手指的雕刻是消失的六大形体啊，象征着古代战争时，甲以防发动叛乱的六山姿势，迄是龙美协会用伫交换命令的手指。敢若拢这我所以免买啊，那个后壁我无。控人机密任务重要任务，一边协助探勘人，一边甲控人政府交好，这是咱协会上大的任务。医生定安尼讲。以上此次任务的目标，进入控业联合领空，希望两位拢会当理解可能的风险，是会的。阿咩啊？拢清楚哦，拢清楚。咩啊？问题我会试着改造前进哦，升级红楼的算法变造系统。但加减爱说伊啊，就算会当伪装顺号密过雷达。如果登录的时间无抓准啊，当场拄着控业联合的阵都无救。了解，控联的航线计算敢无问题，应该会当撇开军方的巡逻时间。敢知风险低无？我相信若物仔计算啊，没有问题。
咩啊？没问题。放球诶！哈哈哈！我气死哦！我气死！中心行人的铁栏城因尸体料理哦，只有上海的人才愿意带你来食。均线均线4星半推荐，尽管介绍惊人。我其实犹原是均线精灵约会首选 Top 10，经典无菜单料理啊，书中的酒窖，以及一旦换银河车群的别地加阿饭啊，互你满足口腹之欲啊，更加上爱享受一生的难忘的时光。真笑啊！等下我要出糗。真的。哦。梁美指定发第3修正案已进入铁栏城市议会哦，强调尊重环境保护需求。到位了，我看到没有？好，来。啊？梁美你不在算这个上面看梁美。梁美日报通讯台啊，你关心的是梁美啊，毋是欧良的消息。我话读梁美是日报是，那咩时常时常嘴话，尽管外观无起眼，办公空间却是布满墙面的流通真格。编辑甲记者摇话声此起彼落，全群山的探险人就是靠着这交流进步。两位的大翁啊，还有这个。啊？今天是白日，是白日。OPPO 通讯社快讯哦，新一季 OPPO 天文旅游即将上映。OPPO 通讯社尽管出名啊，但群山却无人记过通讯社主持人的真实的写啥款？真实的样，正式的样。通讯社看起来亲像是巨大的观测用太空船，技术十分先进。然而，咱找遍了专辑，却无看到任何通讯社的员工。还是你啦？无要走找地球啊？才有叫做地球的形体啊？是啥自动机器人啊？群山有这种技术，群山有这种技术。你甲 M 讲遮绕太阳公转距离太阳第3近的行星的名称啊？哈？大乌山？
这个名你骗人，记起来有讲着，转头等于太空清楚，我知啊，我看到伊啊，我也袂讲，迄嘛毋是西洋山啊，但是，这个物件呢？这无物件，拢袂晓走出来哦。有呢。真系有，凊彩做做，会无？有啊。无奈会愈学良民啊，又愈无好啊。小型车清楚的轰鸣声，反映出龙尾发生的过往记。这无算主线啊，真个讲算。规律的弯构顺号，疑似有人为开发假枪。啊，失败，运作不足，所以袂当去哦。啊，哪呢？所以袂当去哦。啥物个？那升级的惊死！然后给我讲，功能不用真的顺和。啊！好啦，是的，功能公司校长啊，这竞争，正请出伫空药通行的前景，功能有权击毁任何违法落请者，切勿以身试法。哇！哇！GG，哈哈哈，GG，好算，哈哈哈，哪个都要这样。我是啥物？如果发生过这个代志，我还是，当时我是做啥物代志？我早就做啥物代志。即摆倒？安尼位会到了，叫要踅来踅去。海纳北川大川实在认为哦，量康化工哦，互你上好的军用燃料，甲装甲多种哦，海纳北川化工。你靠，那么还是？综合加工厂哦，量康。会记来遮时阵，阿咪啊叫我甲手边的放射器换掉，我知伊超工的啊，因此甲伊换一个，换价一张，换一张价。虽然比空练的军事基地规模完全毋是一个等级哦，但这却是为军山探空人服务的上大工厂。定件的流明放射器啊，也有探空用的实风装备，拢是出自因的演技。300块尔，靠了。雕山苗尾控场，西流山哦，西流山是啥？
工程用地啊，为持有龙尾协会探空人证证明且无限信用。工程名称哦，龙尾矿场开发计划第一期的工程，工作单位兴趣矿业联合集团，施工单位潮汕龙尾自由集团。哦，啊？几道计算模拟失败，红楼顶幕，切，啥物烂运算电脑，应该会当撇开军方的巡逻时间，我是咧听啥物强啊？可能迄种军舰的移动的几道，是讲算就会使算得出来呢。算啦，规气互你某留伫龙尾红领走，应该有迄种只互你某红领，然后搁避过控联军的防范。啊？算，无可能的，这拢是为着阿姊，啥物也为着阿姊，毋管几倒啊，即摆爱升级适合变奏系统，爱找出完全伪装成控联军的方法。会记有一组使用过旧的军用船编码。哪物啊？水啦！就讲在种万道理上，救用红楼船队的天才船师哦，纳米亚多伦多，伊是互愿意接受上帝邀请，成为新的苏州船队队长哦。伊的质量是上人拉嘛？切，是爱夹回来几届啊？记载还无够呢。如果倒一天阿姊吼干你无走啊，就去找事所。哦，就没了。哦，这样子。眼镜是也用的袂火气哦，用来喷你无拄好。这是，这我竟然还袂等掉。10号报告到遮，16斤乌香药，5斤龙青。问你食伊那边喏？基本拢是龙尾冲对后了后的龙尾冲对了后的故意吧？是甲吐露这走私货，伊这艘船走了几冬啊？带仓库呢？老天！喂，是你通报的吧？军方感谢你协助咯。路途大兄咧，道路大兄咧，我甲伊讲，伊讲的道路是歹物件，袂引仔，我是来甲伊斗相共，咱是甲你百好。大兄拢穿制服拢是骗子啊！喏，这互你，啊，都要你，要吼，你的名。我要讲了都物件遮，无讲嘛有，你敢嘛是骗子？毋是，历史期就甲咱等出春晚呢。对青神间闪耀的体会发就抓袂。将目睭的，吐露大兄叫我吐露大兄叫我过的时阵，拢安尼叫我，但伊不准我看伊啊。毋是迄种绰号，毋是迄种绰号啊。亲像我叫格雷托夫，即种名，有名最重要。当然，若无咱等于互老大拍，无一个报告袂使。有名都袂互拍呢。我看着人嘛袂，毋是你拢袂互拍，拢袂。咱哪物啊？啥物？哪物啊？多伦多，卖讲生笑。道路大兄咧，我这名叫道路，敢若较水呢。哪物啊身份证？哪物啊多伦多？父母毋知，出世地军山，作为互人口贩子短命的囡仔，哪物啊父母若是抗白，
记忆名义啊，伊讲全名是纳米亚快食巧克力制造商，多伦多公司啊，是一个军人送伊的大娘，伊感觉好听。会去背后有伊啊，遐咧，伊就是你的阿姊啊，红掠伫8529年，新一弄红色女巫之家，啊，乌女也是女巫，如果甲拄着你，如果拄着你毋是奇迹啊，灵魂便不沾言语啊。8531年6月20日，甲你见证林峰甲蒋的茉莉爱情，现实嘛有即种代志就好。亲爱女，看到你真好啊，亲爱。这边下面是联络我的加密通讯法，如果有机会见面啊，伊讲叫我慢球啊。对嘛，网络熟识的公主兄啊，二摆就卖过时代的社会啊，真闹热。哦，啊？为什么？这有新球哦。两个就有安尼。啊，毋是这啦，这是以前我食年的时阵为做假资料。我做好啊！你爱的海关出货水单啊，有效期加3工啊！你是有骗过海关爱紧的？你是迄住伫第三码头，甲伊困废弃船舱的故意哦。小爱当过少另类呢，规去帮我做生意吧。我巴肚要紧嘞，老大较细个，这查囝听讲是多罗饲的啊，自细汉就甲伊走准，较袂得啊。个人靠贩子震惊了就死啊，惊啥物？老大毋是的，当年多罗是互人出卖的，若无可能哪会掠着伊啊？伊的意思是，你若拢无代志，谁知影伊是互内底的人，抑是谁出卖？我无出卖多罗大兄，你讲的嘛是？我支持巴肚啊！你生意要做，上到了可能掠你案啊，老大，卖较危险的代志。回去嘛，也当过，嘛迄种眼神甲我饲啊！我都出卖多罗大兄。假的海关出货水单，出口单位哦，铁栏城成立单位哦，会无名声哦，杨惠香乌上贵哦，粉喙四斤少，南米亚为做的出货水单啊，足久以前伊才甲我讲，伊的当年是甲一个叫做多罗的人走私船。伊迄个时阵就是机械船师哦，伊讲对方是一个烂人，但教了伊足济。今晚几个？大概4个。它也可以造出来，那个骗哦，你大就变混啊，混色，以后来讲混色。你看，我袂记啊。太阳力，
哎呀，这个啊。get OK， 我博士火箭工厂出品哦，仓库自动清洁机器人 M， 目标的机器人啊，不过是一个计算器啊，会互你上好的扫除体验。是这样，师傅互伊的时阵使用的滚存进角，虽然是过去的，但如果会当甲资料定写入去红楼的话，加减会当骗过。过去的红楼军用前进，村长红吉兰德，存 ID HOME2025XO 级别 QBC-UP10-3，龙妹探7组，有效的日期哦。随吉兰德互业结束自动解除，有效的开约分刷专辑。哦，就这个。接下来只要想办法甲前进锁着就好啊。我看觅。哎呀，到处前进资料。what？ 使用证明先，这个点，整体变了，好，整体顶级，控啥？哇，切，怎样？我改，要不简单？哦，应该是会使。好，接下来就是甲军用前进的编码复写到通顺化。顶摆修真是偌久。多谢你的奖励啊！喂，你嘛是了不起啊！令武定这龙美上都时期的古董通顺法。咱的村到有遐尼互你袂干呢，一直看，回头看我一个袂使。迄符合，恁是上个贸易公司哦，是新女学的符合咱村长话啊，莫互西任何人啊，成为你讨厌的家己。顶面遐伊后壁乌气的写啥物？成为你讨厌的家己，聆听灵魂深处的声音，伊互宇宙本色拍着就烂去啊！爱定察。既然讨厌家己，为虾米要成为安尼？偏样啊！师傅讲，因为灵魂只会出现伫抽流的所在，伊足怪吼。虾米是灵魂？大概是学起目睭的时阵，你介意甲讨厌的物件。介意开眼镜时敢会使？眼镜时敢会使？会使。介意的人死去了后才知影介意，敢会使？淡薄仔艰苦，但是会使。讨厌家己一人敢会使？会使。你叫啥物名？南米啊，我知道就是，只要你听见灵魂的声音，甲伊唱出来，最后毋忙的代志拢会飞。敢会使外头甲我看啊？南米啊，你目睭足水哦，有清澈感性的人。容易较好成为好的女巫，伊是上对了后的故意，应该是上对了后的故意。刚才对我要对我来，
你要对我来无？我想互你看卖我的实力。伊虽然是英雄啊，对机械却是用骹用手，会当实在你足欢喜，会当填满你巴肚的灵魂。呵，红楼走出附近可能会杀手命大。为虾米阿姊听袂入我讲话？红楼，虾米？红楼走出会当买着缩号队友的商店，即摆为你报复啊！你的爱是我的队友啊，变像只玩具，真是好。我便是伊英啊！搁一个人伫遮，今仔敢要关掉，现今仔要困，莫收我，感觉安尼无半个人。村内底我甲师傅拢伫咧，啥物无人，只要你是道路大兄，伊就会甲我关到减压仓哦，减压仓，然后关着要讲会甲咱弹出去。伊是歹人，但伊无在了，我足想伊诶，毋知为虾米，伊敢教伊，伊敢讨厌伊，做一个讨厌伊诶家己，足艰苦，足难诶吼。那无安尼吧，以后当你受气伊诶时阵，就来找我啦。我做你诶大兄，你睇你是查某，嘛是，那无你叫阿姊嘛会使。七姐，阿姊，遐无情款，甲你讲，我之前伫乌塔诶时阵嘛无啥物姊妹，我嘛无介意家己，大家拢讨厌我。但你甲我无共，即种我蛮介意诶。伫你介意上家己正经，就互我照顾。总一工，来做伙找出介意家己诶方法。哇，毋免互人介意，是吗？若着亲像丝毫对我共款，我甲你背了，互我陪你啊！即讲共款无共，为做红楼军营前进，船长埃丹拉姆格兰德，准 ID 控2025XO，这样版级别 QBC UPS 03流妹探测器，有效日期哦，无限有效区哦，分山全记。雕山流美控制西雷山，直到看见流美协会转投资经营的控制，我才渐渐了解，协会毋若是民间仲裁机构，本质是新兴的商业集团。放的是工程时间到一半，会当看到古老的万德建筑正小心翼翼的搬迁咯。协会的人指挥着，详细甲各种部件的标号，以后万道如何伫帮计赛，恭贺新入万道的新人，因会将因移价至更较好的基础。8箍。
调山边境巡逻局，经过空域的太空船只，你进入留美协会的管辖空域，会相关登记的船只，请正式离开。靠北，拍死！调山边境巡逻局，咱头一届来遮时阵啊，所有的人各怀心事，红楼气氛并无好。远离调山市的巡逻局是抗疫联合空域的，甲调山空域的边境，定会受到各种投诉，亲像是民间船抗疫联合官方请柬坎成果，甚至照各种名义攻击民间船。近几冬来，因为抗疫联合官方的探索范围扩大，导致为离边界民间探空人的抗美，和各种巧取豪夺，甚至有直接占领的歹事。这个传闻导致协会设立边境的营业所，只希望调停相对的发生频率。错者。这哪一个吧？哦，两尾协会。哦，对。哦，顶摆该买。两妹控场，波希米亚，集世家族欢迎和平到来的女人啊，咱甲所有冲突留互酒神甲银河主神。好。靠北。杨妹控场波希米亚，杨妹冲突第10单，调歌人员集团溃败了后，其余的势力拢足紧张的集世家族，试图以特殊的手段解决问题，因线上控场，并希望伫交接威胁暗杀对方，却以失败告终。控场嘛遭对方毁灭。今年4金属班，四个学经啊，若会当提升庄家强度啊，嘛会当作为庄宅士气的良器。只要是高级的留美控场，定会使看到4金属班拼装的大型气缸。啥啥？集世暗杀的闭月，原集世甲抗疫联合共存共荣，英壮式的匕首，伫留美控场的交接合约中，是这行动导致了集世家族的灭亡。
OK， 开始。顶摆迄个，我靠呀！顶摆我迄袂掉啊。控能标准顺吗？云山拓荒纪念塔，天佑控能啊，愿铁花甲青灯闪耀啊！因此为纪念矿业联合开拓云山的历史啊。此纪念碑后为矿业联合持续康育哦。有拄零件的，且有被配合定存受检的，免发三星。你在搞？我来。纪念急世工人讨伐战役，抗能为军山带名，带来文化。事业人员得到合理的开放，抗业联合总是安尼讲，徛伫军山人的耳孔中，应该是激我刺耳。迄是为着纪念甲集世家族真正胜利了抗联立下的拓荒纪念塔内写满了抗联时代的军山20档拓荒历史，军山的开拓。以抗能的到来建立铁栏城为开端啊，到最终抗能平定龙美冲突，带来人民的期待的和平。哈？我无喝酸糖的，没事。这好，龙脉矿场 ，Lunst， 因这矿业联合公告，本矿场由暗杀集团。家己叫暗杀集团就奇怪。吉世家族拥有，伊伫银河内851年进行废弃处理。龙美矿场 Lunst， 龙美冲突第11档。吉世家族最后的矿场被毁灭，谣传暗杀行动失败，是因为送衰间谍爱上了任务目标铁栏城的遗长所导致啊。至今犹原伫军山的酒吧故事中流传。这就是物件。啊！骄傲的女王灵，旅行几冬来，下台的歌进步新速，渐渐会当模仿所有听到的流民。现场是个调过员，万事流美顺利。小型车67，电子兵谱扫描确认啊，疑似是未发现的流美。
哎，有无？建议您改正红楼的顺河变折系统。够呢？哦，够危险的。小型车67啊，我昨足努力的理解南米啊，但也希望我努力嘛，只是我啦。哦，这个压力足大的。小型车流妹67，注意，拄只趁一条控链的眼镜烧完啊。你无，即个无伤济时间。任务目标是调查流妹是否有人探勘，请该对象是否是我的师傅啊，红吉兰迪。控链管下的流妹规模嘛伤大，可能干会只。食亏哦，这样个，等下啊。Obrigado. 啊，等下。对的。天然重客，哪有这种流妹？随时间任务目标会分3阶段啦，3阶段。第一阶段拍开上清楚的流门。第二阶段进入新店采用甲调查。第3阶段转去红楼。即摆是第一阶段，你有430秒的时间开启清楚的流门。注意，控链随时会登录流妹啊。超过安全时限啊，红楼可袂等啊！靠，我这个计有时间了，超 speed run， 哎哦，缩河，因为汇蕊的结晶是倒啊，亲像倒啊，定有人去进口缩河，用伫价点，祈祷乌云冲凉，甚至连开发过度小有花费的英泰嘛会当看到苏豪立伫天堂。再讲第一个成就了，万德7点异天异地啊，北五山谨遵以防之命，杀地上无之首，原道东泉山之灵，以此杀地上无之义哦，万道北丘山之灵，以此。并拿士兵枪，探索是有时阵会失去人形的龙尾结晶体哦。万代学者讲，迄是由龙尾成型的古老族群死后形成的规律结晶哦，结晶。speed 啦。
7.2天2地啊，大东山景控以防之面，煞地上月一，环渡风前山之灵以处，煞地上步月一哦，环渡风后山之灵以处。这是发生过啥物代志？伊毋是足清楚的，就龙在上地上步六山诸神，占领龙尾以处，实际对抗以防天上步四山诸神，完杀龙尾乱源，后土以灭机关，完杀龙尾乱源，后土以计这绝龙，完食天火之路。打电话爱有声音嘛？来个我拢试看卖，时间就这。7.2天2地啊，以防四伏啊。十山诸神天上步四山：北乌山、南条山、西雷山、大东山，夺开龙尾以处。你考了啊？叫我对。下考。7.2天2地啊，西雷山引存以防之命啊，杀地上步之事，环渡南鸟山之灵，南鸟山之灵以处。骄傲两面，北大的师敢会伫新店的深处？我若想讲无关啊，无关。这边是要去哪？哦，富林社啊，行方用伫基督和平，有时阵嘛会用来吊掠王者。会若讲万道神话绘图中，只要有战争出现的所在，就会看到即伙的岛亭。7.2天2地啊，南条山景存以防之命啊，杀地上步之山，环渡西水山之灵以处。岩片中拢是讲龙尾啊，四汉中应该足惊人。要卖听讲啊？等，这我是毋是讲对啊？你要叫我 speed run 呢？哦，这个雄鹰的灵明，
虽然迄时阵我足着急伫矿内来进行完成探测，但我却一直咧想着，人命是啥物时阵开始退啊？要找几个农民？3个，真较无聊。后这个。哇，谁几点啊？你看点。响应。阶段任务完成啊，开启龙门啊，成功进入新店的内部。太好啊，刚有看到任何人，然后所堆的痕迹，出看啊。这个阶段，任务第2阶段，你有150秒时间设计啊。伫这个时段内底，你必须完成用明星的采集以及输入的搜索，敢知影？这个万德岛后土天地基岛，万德灵首制度伫6年10港20地，都描述的是万德帝国后期天帝因后土之歌分裂为支持以后的天上部，甲支持绝良的地上部，两方掀起天地战争以后土寄望分世间和平共处。这不错。破损的后土新墙，主将刘美玲用的歌神后土新墙为不知名的力量破裂了。我受到信用万德后土的乌塔，伫刘美冲突了后下场。古代万德是天地战争的威胁，竟然互人找到。灭后土之首以此，原色绝良之乐。地上部6方之一北曲山，各种得于此。有啥伊各2届啊？有啥7年2天2地啊！以红10山主神天上部，北乌山、蓝调山、西雷山、大东山，有约4名未能拯救后土，竟夺身首于此，望以红还俗。
感觉有啥物伫后壁。就只敢若看到即个新人个七个，中阮迄个佫是啥？伊是要互事友走，过去发生啥物足歹代志？才是李某第一阶段任务完成。龙妹水体纯度是完美的，无啥可能有人牵早过。无要紧，又毋是讲乌用调查团怀疑的控妹，就一定是乌用。毋知影剩偌济时间难命。而家咧加速，可能察觉到附近有可疑的边境瞬间，就要进入任务阶段。啊，180秒是任务阶段第3阶段附近。估计距离控联军方定的时间上少180秒。红楼控时，刘妹控时，刘妹控时红楼王进流名啊。不论音质也是肛门啊，拢堪称完美的流明文本。但对迄时阵的我而言，找找刘妹除了协助 Ada， 找找控妹除了协助 Ada 找找师傅啊，其余拢是附加啊。这边等，内面我剩偌济时间啊？内面180秒，哈哈。咋？难道有一个物件无叫？啊，这条应该这条，我给你这条。操！你敢袂敢因行咯方式过过？你无顺序毋足清楚，告总讲。当然，这是加密通讯。啥物？我问你敢想要离开红楼？我讲袂有遐尼天，我讲袂有遐尼一天啊！我爱离开啊！啥物啊？奇怪，同事甲长啊！靠腰啊！死袂去电机灵啊！若是讲庙门哪会互开过？这个是倒位来探看人家麻烦。后面有时间啊？控制阮哪会出现伫？哪物啊？发生啥物代志啊？上位掠着可疑的倒妹人。我看是会的人啊，因最近足无安分的，毋知影是真无个位倒位流出去啊。上位，我感觉调查团内底有龙妹协会的内鬼，伊惊伊敢知影呢？大声啊！敢当控妹控完，行！啥物啊？你倒位来？为啥拢无看到迄个船？共会伫倒位？讲话啊！了，袂用紧，若交出红楼的话，大家拍喂，因事毋对啊，新三哥。那么你无说伊家己拍死的话，会上军事法庭的。因一个咱有管限制哦，照做就是啊。切，听下，违反指定法第16条哦，即马咱要拘捕伊。如果无回答咱的问题，咱有权利。喂，拍啥物？话还未讲了嘞，差不多了啊！你看这个是应该是应该啦，爸，才互伊赶出去的老贵族，翠比君山迄群乌帮一定要因交免真交是足困难。
今日我就来试看下伊的极限。啥咯？恁死刑哦，让开！这啥物惨样哦？嘿，结果无到半个标准你就联络。哦，白个啊，还是我做练形当做练身体吧。你有啥物？牛宝的深度是上悬啊！我头我配合你。顶头讲，用这机密的任务，就会使记我原本互伊记的一半。就当直接变5档，我就答应。毕竟调查梁妹本来嘛我船长，即摆我是调查团的一员啊。讲吧，你要出啥物？找咱调查团的目标啊！我想要讲，你无骂，毋是就爱讲教诶，睡觉啊，所以算了，以后开始，喂，该放。上位啊，伊违反了梁妹指令法第16条，盗采控内梁妹，这你敢有看到伊盗采？安尼你徛伫梁妹内底，我嘛会当讲你盗采安尼？听咧，所有人当做无看到你，敢知影？上位，这是命令。要紧单，落梁妹啊！是。是啊，真是，恁倒菜嘛要注意一下。后一摆就算拄着我看嘛保不了恁。翁老敢有人会，翁老会有人会接无？咱无发现任何船的讯号。想讲你的船师真正足厉害的，顶摆嘛是，才趁着着消息啊。无看着你，我还以为你尾档毋对安尼。是，只要无遐讨厌我就好。风台计算嘛，毋着伤济啊。官方登录时间提早成安尼，会害死你某个啊！若电脑是梁妹冲突的鼓动啊，但因军用船因的军船哦，用的可能拢第3代啊，这误差是难免。调整误差是你的责任哦，你无当作收安嘛是问题啊，莫怪人。我无代志，无要紧。但为啥中途连我联络时阵通讯会断去？放连船经过还无咧？咱虽然伪装成军用船，但平常的内容一旦互监听到啊，马上就会互拆穿的。所以中途你关掉了通讯装置，我爱关掉。厉害人，怀疑我害你，我无。切，你哪会无当场互掠走？莫安尼讲话，阿姊通常一直甲伊互我，我无互你啊。不过是一个迟早要离开的假使，我并无要离开啊，而且一直讲我要离开啊，因为你一直抢走我的物件，你家己无了解，但莫抢走我的家啊，点去，莫摕，不准摕着我的家。不准伫红楼顶头冤家，你无等去房间，切，真吹！你不准讲话啊！马上驾船离开空域。阿姊，我只是莫叫阿姊离开空域，是嘛？是的，我叫船长。君山首府哦，铁兰县，
依照任务要求，医生希望咱参加冲突纪念馆的一场媒体会哦，无技术对象，技术委托人当场会找人。留美日报媒体志，我会记你下搭听到要前往铁蛋城的港口的是面上复杂表情，无甲伊控过。伫遐尔啊，已经。功能标准出了。新兴车控联合公告，互研究伫以车火间杀动银河，为增进全体人类福祉努力。控联时期研究中心。研究所的士气啊，声音听起来足亲像各种人的笔名，伊若是安尼形容研究中心。东封闭的研究中心蜿蜒如迷宫，研究员坚定市调，要求照指定的三管路线前进。研究员导咱中讲，这研究主旨是找出士气的本质，如何引导，如何再深入，最终是为统合体人类解决能源问题，为抗疫联合带来永世欢迎。你免对我来啊，等于准定较安全。讲两位你的详细话，我反正你遮袂受安全。不再讲这是互管制的研究中心啊，无啥可能趁定着可靠的消息。这啥？啥？意识处理法。留美精炼简报，伊听啊，论述的杂音调整如何去除无规则的意识扰动啊，提悬精炼的品质啊。研讨会发下的简报啊，解释了控联对群山留美的无尽的误记。你滚用呢？无，我安尼要行，其实肯定好。可能啊，一定爱为行到铁人城，铁人城几多做尊重咯。人工用铁的几多尊重，几多上大多大型尊舰啊，恰好是影响本做尊重航的一起安全。OK 了，叫你嘛差不多啊。铁人城轨道做船场，差不多一个标准年会使生产100台留美趁出钱。当我互轨道上为数惊人的船舰进入时，内面也是安尼讲。行车控业联合的主要做船长，嘛是军山唯一合法的军用船机构。伫近年扩建了后，已具备制造中型军用舰艇的能力。这是舰艇哦，巡航速度甲火力啊，属于亚级军山民间船。
哇，哇，是吧？重点标就是呢，文山小有铁兰城，铁兰城文山繁荣的甲和平的首府啊，伫铁火甲车阵闪耀下，抗联必将小城的繁荣甲和平带予文山所有居民。听笔者请提供来访申请，并接受警卫小组的检查。铁兰城是为抗日联合所扶持哦，附属哦，文山古老的地方部落哦，因最终成为文山的主要统治者。犯起良美的认证，行车的法务的制定，拢由因处理。纪念馆，上到纪念馆，抗联歌颂荣耀之处，大厅放着退役的良美探测组，上顶可见各种战争英雄的名义啊，因为兴建伫尚未诋毁女儿的早期啊。部分的战功卓越的女儿也互列入哦，亲就是爱。你但无内面就来讲好，伊无适合办媒体吧？倒一寡吧，可能就好，你会当继续管。即摆是咧创啊？天有控人，玩铁火，以车阵以车阵闪耀，就荣幸伫今日会当有机会参与祭祀。咱感谢良美指定法啦，伫指定法的影响下，如今军山的探空人。青旗友邦哦，也有抗日联合，拢会当共享利益，并得到妥善的保护啊。良美相对的第6档哦，今日应该是纪念日。你好，咱是79号电视台主要一门，相对纪念馆以纪念战争英雄为纪念咯，其中的对象不乏当年参战的女巫，以及因使用的尊戒。但近年来，乌邦透过乌市收购退役的留美探测组，甲流亡的女巫合作，导致各种倒控层出不穷，成为明显的治安问题。像安尼纪念是互也适当。如果背弃了万岛人民的信用，以掀起战争啊，咱拢知影是历史的错误。为种人讲，这是指定化宽松。无对历史的错误，如果做出规范，造成的影响，你认为？对啦，无来是如果一直是战争的替罪人。我了解智慧的伊顾虑啊，咱认为如果对抗日联合认定军山起了绝大的作用，但同样因的无情恐怖对人民的忧怨是不争的事实。像似乎安尼的抗联战争英雄，也只会互写成快出去，尽管乌他牵线，伫即今日，如果犹原是混乱的中心，这种情况，咱不排除强化指定权，褫夺女巫的公民权，褫夺。好，检讨这个罪人，是毋可是为了你这个死咯？并将冲突的纪念馆的女巫撤出，列为战时犯。收过分啊！你明白啥？注意地书。
平常你莫水，没啦，不准回头，不准讲话，然后干死掉啊，无好做代志，就这样拍开，啊呵。现场媒体朋友如果无问题的话，即马互咱原龙尾指定法的幕后杀手，新上任的贸易市议会总理事李扎尔莫苏三世，我爱出去啊！应该摕好，手提案，无紧，我来离啊！看咱的理想家竟然为林群中出来，面对龙尾指定法的司法压力，总理事一直坚持维持原案，人讲你偏袒女恶甲探空人。先等下，歹势，遮个媒体朋友身体有一寡状况，带因出去。好，咱搁一个欢迎理查。对啊，妈两位，哎呀，差一寡就出代志啊！啊，这个表情就歹，你好无？无代志，无重要。那明仔你敢知影这是啥物？就是看下联下加密通讯用的晶片，会当实现点对点的资料安全。啊，只奈着着这，我这个问会当创啥物啊？如果是线连互你的，安装了后，应该会收到委托人的资料。加密通讯晶片，这晶片互我头一摆看到会当冲锋的款，我无想到平时冷静的伊啊，提到师傅会当愤怒是安尼啊。并且上下议会，寸土寸金的太空战场，却有一片视野开拓的空地啊！这是抗联伫军山的法律中枢。统治者伫这栋美丽环形建筑墙了后，决定了有关矿脉探勘的各种法规哦。这是一寡人憧憬的希望之地，也是一寡人憎恨的罪恶堡垒。议会车顶广场，伫这广场顶头，会当听见统合体内各式各样的语言，各种无共风格的相补错落伫公园顶，商人游走伫其中进行交易。不管哪讲，矿田确实维持了各形世间商业交流的顺利进行，嘛只有伫遮才能互我买到来自沿海的特产。龙尾保护林前桥，透过林前桥，矿联成功将龙尾开采合法化，借由农民的认证的技术。互保险甲取得顺道上源的样本了后，会可合法宣告矿脉所有权，并接受合法的保护。会民者相信认证局只是矿联加强控制的搁一个官僚机构，希望得到保护的人选择了接受认证局管理。综合贸易中心的即使是龙尾协会啊，嘛无权利伫遮设立分部，巨大的人流期关于出力啊，因来自于伊各大行车线。伫矿业联合的规定下，人敢若机械一般的运行庞大的金流贸易。
控人学紧工具组，我足久了后才知影，人影作为震惊的故意啊，先互控人联合的家族抚养，但对方无愿意买五金相关的工具互伊啊。查某囡仔较济会听，听了无偌久，伊就一个人倒往码头带了落来，一工具组会互伊受到迄段往事，既然是死去分无路。控业联合官方销售的方位啊，都无啊是以互恶骨带进的流美啊，可能时不时会将这珍宝释出伫民间，保有一种开放式的假象。各位，控业联合官方销售的方位多半是以互感觉。无钱啊啦，真正无钱，我来趁无人少转。控人智慧处理器啊，我应用伫自动建纳库的微型处理器，流美冲突了后，相关的技术互汰换，即摆要找到只有敢若战场废墟，而且是二手商店，才会当较有去。我有时阵嘛怀疑啊，内面是毋是伫红楼的掠仔机内底嘛装了这数学合金装甲。由重视外交的集成家族所制作，多半用伫因特殊的高速飞艇。集成败退了后啊，技术由控人吸收移开去的瑕疵品，即互转到市场高价出售。高级控人电子元件，尽管是为流美冲突退役的军船下界出来二手货，但控人商店销售的品质有源有量，内面甚至排了下达洗了好一阵。高级控人感应器，那是为退役军船拆下的高阶感应元件。购买的时阵，下达的心情是足复杂的，毕竟是甲伊带走伊师傅的控人购买军备。Nada. What? Oh, 那边唔对啊。下面唔对，靠腰啊！哦，这啦，另外一个啦是这个，嘛无够啊，爱注意去啊。这，啥子？对。哦，早上卖中价。红亮的探索任务，当时团队无任何人为这个消息兴奋哦。尽管黑亮可能伫眼前，气氛却互我痛苦。咱甲是军事任务，是公正少，迄啦这方面袂受少，有啥好考虑的出发？
功能标志性的。去找高和通发新闻台，代表人民的心声，传递正确的资讯，介绍迷人的小型车甲繁华的太空舰，分散上公正的新闻。哦，我个直接联播。邻居通报啊，最近只是这敢是这事件是什么？啊，过啊！哇，够用！这记录其实足危险，我若无说服了。79号通下新闻台，龙尾冲出第13档啊，外来势力寄予全数歼灭抗疫联合开始操作谴责乌台议论啊。以79号通下新闻台为首啊，先讲抹乌啊，无数的女乌啊，包含 A 大的事件。79号通下新闻台是抗疫联合直属的新闻台。去关心备受军线人质疑啊。尽管如此啊，抗疫联合并无避讳这点。作为抗疫联合行政的传声筒，龙尾警察官的修正案，如果伫各种技能拢是伫遮录制推广节目。10年会长。哦，是哦。啊，是安尼。我感觉这边的，哪讲？这边的节奏较慢啊，毋知影是好抑是歹，足奇怪。因为有人讲10点钟，但是我算超过，我一定会算超过。10点钟应该是算是较保守的，较乐观的数字。节奏。好啦，咱下过去吧，拜拜。